又到咗神經刀自在道嘅時間，繼續有我 Michael Life Seek Understanding 嘅創辦人啦，網上神學教育平台，同大家講下神學啊、聖經咁樣啦。咁今日咧就想講一個題目啊，就係同性戀近代嘅神學觀點係講緊啲咩嘅咧？咁樣，因為事關近排惹來好多批評啊，咁喺好多即係基督教嘅 Facebook 平台group 裏邊啦，咁啊有好多激烈嘅討論，咁我都唔諗住回應啦，因為大家都原來唔睇文，一見到呢一個題目咧，即刻腎上腺上升，咁所以不如即係試下10分鐘可唔可以即係講晒我成篇少少嘅論文仔啦，懶學術咁樣去講呢個題目，咁啊唔講咁多啊，即刻嚟啊！咁我就即係作為一個音樂神學研究者啦，又研究呢啲即係現代靈性啦，咁我就自問就唔係研究同性戀啊，或者同性戀神學啊，或者 LGBTQ 嘅專家啦嚇。咁但係我發覺咧，即係如果喺華人圈子啊，或華人教會或者神學界講呢個題目咧，咁啊往往都係俾人一錘定音啦，缺乏一啲開放性嘅對話空間。咁所以我都好想藉着呢個10分鐘機會同大家講下啦嚇，希望10分鐘講得完。咁首先我想講咧，其實好多傳統嘅神學立場咧，都建基於幾段經文啊，包括創世記19章講嘅所多瑪俄摩拉故仔啦，利未記18章同埋20章所講嘅律法啦，羅馬書1章啦，仲有哥林多前書6章啦。咁比較即係穩陣派，咁啊通常都會睇呢啲經文咧，同同性戀咧有一致性嘅斥責啦。咁認為呢一種斥責咧就超越歷史同埋文化背景，就好似即係喺低聲道嘅時候，我睇過低聲道一篇文章啦，一個報導啦，就講香港神學院張天和院長咁講啦，咁就區分咗斥責同性戀行為同埋對有同性戀傾向嘅人咧表達同情。咁呢個立場就認為啦，雖然同性吸引咧可能唔係選擇，但基於呢一種吸引咧而作出行動咧，咁就係罪。咁但係咧近代我睇過一啲即係學術文獻啦嚇，咁啊近代聖經學術研究咧，咁就通過呢個歷史啦、文化啦同埋文學背景咧，咁啊對傳統詮釋提出咗一啲重大嘅挑戰啦。咁首先就係所多瑪嘅古仔裏邊啦嚇。咁近代嘅學者就好似啊 Michael Cardon 啦，同埋 Mark Jordan 啦，咁啊指出創世記19章入邊咧嘅企圖強姦係關於暴力同埋唔好客啊，冇乜 hospitality 啊，咁就唔係完全關於自願嘅同性關係。咁其實如果以經解經咧，聖經裏邊其他講所多瑪同埋俄羅拉嘅經文裏邊咧，咁啊好似以西結書16章啊、以賽亞書1章啊，都係強調當時即係所多瑪嗰段創世記嘅經文係強調佢哋不公義、壓迫同埋缺乏好客之道啦，即係今時今日咁嘅好客，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得啦嚇。咁啊，關於利未記嘅禁令啦，咁當代學者咧就將呢啲禁令咧就放喺歷史同埋儀式嘅背景入邊。咁呢啲律法咧出現喺嘅法典入邊咧，包括好多其他禁令啦，就好似關於食物啊、著衫啊，即係作農業咁樣啦嚇。咁基督徒咧通常咧都唔認為呢啲禁令啊對今日咧仲有啲約束力嘅。咁學者就例如 Shaw Orian 同埋 Daniel Boranen 就咁樣認為啦，呢啲禁令咧關注嘅係儀式嘅純潔、性別等級同埋文化界限嘅問題，就唔係完全關於性取向作為個人身份啦。咁關於保羅嘅經文啦，咁學者就有即係個 William Loader 啦，同埋 Brandalette Bolton 啦，咁啊研究咗呢啲經文，咁就關於希臘羅馬性倫理同埋實踐。咁哥林多前書同埋提摩太前書入邊嘅言辭啊，咁又好難解釋嘅。即係關於即係我哋通常即係新約聖經，即係我哋譯環聖經一譯就譯同性戀或者同性吸引啊諸如此類啦。佢話呢個字咧就好難翻譯嘅。咁啊可能咧就係因為古代世界入邊指定嘅剝削性行為啦，咁好似戀童癖啊，或者同男妓發生性行為啊，咁亦都唔係一種自願同性有同性關係啦。
咁羅馬書入邊一章咧咁啊描述嘅性行為咧，其實係作為一種拜偶像嘅結果。咁如果喺一種更廣泛嘅修辭策略入邊咧，咁就唔係完全關於性取向嘅道德教導啦。咁啊講下修辭啦，咁啊真係詮釋學方面啦，咁就有一個學者叫做 James Brownson 啦，咁啊認為啦，聖經嘅性倫理咧應該係放喺更大嘅聖經主題，就好似即係忠誠啊、立約啊、互相尊重啊、公義啊同愛呢個層面上理解啦。咁從呢個角度嚟睇咧，同性關係嘅道德性咧應該係基於更廣泛嘅原則嚟評估嘅，就唔係純粹禁止。咁啊，另一個學者叫做 Walter Wink 咧，咁就強調啦，咁好多聖經嘅性規範咧，好似一夫多妻制啊、立妾侍啊，係由基督徒唔肯接受父權文化之下咧而塑造出嚟嘅。咁當代嘅神學反思咧，亦都受到性取向嘅科學研究影響啦。咁呢啲研究咧就確立咗性取向似乎係由遺傳、荷爾蒙、神經同埋環境因素咁種複雜嘅互動性決定之下咧，咁性取向咧就唔係一種選擇啦，而係改變性取向嘅努力啊。咁啊，即係都會被發現係一種無效嘅治療啦，甚至乎係有害啊。咁同時咧，同性關係咧可以表現出咧同呢個異性關係一樣忠誠、承諾，即係互相支持嘅品質啦。咁即係純粹為呢個同性婚姻或者同性關係作出辯護啦。即係有啲人可能會咁樣詮釋啦。咁神學啦，咁神學學者咧就係 Lisa Swell Cahill 同埋 Margaret Farey 咧，咁啊將呢啲即係意見啊、洞見啊，咁啊整合咗喺啲神學框架入邊。咁啊，強調性倫理咧應該更加關注喺關係上邊係咪體現緊呢個公義啊、即係忠誠啊同埋愛，而唔係一種性別嘅互補性啊。咁心理學家如呢個即係 Shelley Rambo 同埋呢個 Warren Kinghall 咧，咁啊研究亦都表明啦，斥責同性戀嘅宗教咧，教導可能會為呢個 LGBTQ+ 嘅人士造成深刻嘅內部衝突同埋心理困擾。咁呢種現象咧就被稱為一種即係二次嘅道德傷害啦。咁關於同性戀嘅當代神學立場咧，其實可以分為幾類嘅。咁傳統又唔係咁肯定嘅立場啦。咁就有神學家，譬如有個神學家叫做 Robert Gunhall 啦，同埋南方浸信會呢啲教派做代表啦。咁啊堅持同性戀係罪啦嚇。咁即使咧同性戀取向唔係選擇，咁比較溫和派，譬如 Wesley Hill 呢啲人物啦，咁啊同埋一班天主教一啲代表啦嚇。咁啊，因為我都有涉獵一啲天主教嘅神學家，咁佢哋就認為啦，呢啲立場咧承認性取向嘅非選擇性，但係仍然認同呢個同性嘅行為同呢個神性設計咧就唔符合嘅。咁傾向比較即係從關係立場出發嘅神學家啦，就係 James Brownson 啦，同埋一啲其他聖公會教派嘅代表啦。咁啊認為啦，雖然聖經可能斥責一啲剝削性同埋拜偶像嘅同性戀行為啊，但係佢哋咧就唔係涉及承諾一夫一妻嘅同性關係。咁啊完全肯定立場咧，咁就有一個神學家，就譬如係 McConnell or Franz Rand 咧，咁同埋即係基督聯合教會咧，就 United Church 咧，咁就認為啦，完全肯定 LGBTQ 嘅身份同埋關係啊。咁值得即係注意嘅係咧，關於同性戀嘅神學討論咧，其實受到我哋文化背景影響啦。咁好多即係全球南方背景啊，即係講緊美國。咁討論咧，通常都係受到呢個影響之下，即係文化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啊、後殖民啊，或者性取向，即係取向喺唔同嘅本土理解啦。咁傳統文化價值同埋人權框架之下嘅張力啊，咁啊原來即係同性戀或者同性戀嘅神學都會受到我哋即係啲好多不同嘅前設影響啦。咁最後啦。咁理解唔同嘅神學方法同埋處理同性戀呢個議題咧，咁有一個特別有洞見嘅神學者啦嚇，咁就係叫做 Roland Israel， 應該係猶太人嘅神學家嚟嘅。咁啊講係一個即係神學叫做亞伯拉罕獻以撒嘅神學啊。咁就係咧指出咧亞伯拉罕獻以撒作為一個宗教順服嘅例子。
咁即使咧呢啲同道德直覺相衝突咧，即係亞伯拉罕獻以撒啦，即係完全同呢個即係將自己個仔殺咗一樣啦嚇。咁採納亞伯拉罕獻以撒神學嘅神學家就認為啦，當呢個神聖命令啊，即係通過呢個聖經理解啦，同呢個道德直覺有衝突嘅時候咧，神聖嘅命令咧必須係優先考慮啊。咁呢個角度咧，可能就要求信徒咧約束甚至乎犧牲佢哋關於或者作為對 LGBTQ 人士嘅公義同同情嘅道德直覺啦。相反咧，拒絕以撒亞伯拉罕獻以撒神學嘅神學家就認為啦，神嘅命令唔可以從呢個本質或者根本上同呢個公義同同情嘅道德原則咧係互相有一個矛盾。咁當呢個對聖經嘅詮釋好似要求殘忍同唔公正嘅時候咧，應該咧我哋就要質疑呢一種理解同埋詮釋。咁呢種神學嘅分歧咧，經常係關於同性戀辯論嘅基礎，即使雙方嘅討論都有模棱確承認啊。咁啊總括而言啦，即係如果講翻呢個亞伯拉罕獻以撒嘅神學就係、總之就係上帝嘅命令行先，愛行先。即係當呢個即係我哋對傳統價值觀，當對一啲 LGBTQ 嘅人士嘅理解有衝突嘅時候咧，我哋就翻去愛去理解先啦。咁總括而言啦，咁了解咗唔同嘅神學觀點啦，即係近代啦，或者係近呢10零20年啦，我真係睇呢10零20年嘅文獻啦。咁啊，即係我哋都唔可以忽略呢個聖經嘅權威性啦。雖然有唔同嘅理解啦。咁但係透過基督教歷史、教會同埋一直佢哋堅持聖經對性倫理嘅清晰教導啦，咁我哋應該都以尊重同愛心對待每一個人啦，包括即係同性戀嘅人啦。咁作為信徒啦，或者一個負責任嘅即係研究聖經或者研究相關議題嘅基督徒或者神學人啊，或者資深信徒啦嚇。咁我覺得我哋都有責任去明白下呢啲即係不同議題嘅複雜性啦，又要忠於聖經教導啦。咁我哋同時又要懂得點樣愛人啦，點樣學習討論唔同複雜議題啦，唔係一錘定音啦。嘗試去開放自己嘅心思意念，你嘅心靈去理解啦。縱使嗰啲嘅即係討論或者結論唔係你平時相信開嘅道理或者真理啦。咁我哋即係喺愛同真理之間咧，係咪要即係可能唔需要作出咩取捨嘅？而係真正建基於愛同埋即係點樣去對待同埋討論問題啊，或者唔係問題啦，討論一啲議題啦。咁啊一路講咧，講到即係原來12分鐘啊，因為議題嘅複雜性啦嚇，咁我都嘗試即係深入淺出，亦都好機關槍掃射式咁樣去講啦嚇。咁如果大家覺得我神經都自在度都講得即係好 open-minded 又啱聽嘅話，咁啊歡迎去 follow 我嘅 IG、Facebook 同埋 Patreon 啦，咁就係 Life Seek Understanding 啦，個 seek 加個 S。咁歡迎繼續大家喺社交平台繼續即係發表意見啦。咁我都即係如果有人想問問題或者討論相關議題，我都會繼續抄下一啲新嘅角度啦、新嘅學術期刊，睇下點樣去即係釐清梳理呢一個題目咁樣啦。咁啊嚟緊呢個禮拜我又會去即係一個英國嘅最強神學學術會議啊，就係叫做Society of Study of the Theology 啊，咁就係英國最強嘅神學會議。咁我就會 present 即係點樣用呢個純音樂、純樂器去 present 上帝嘅創造啊。咁啊密切期待我下個禮拜 present 完之後咧，咁啊同大家講神經都自在道。今日嘅即係 podcast 咁啊完啦，即係呢個同性戀嘅新神學觀點。咁啊正式完結，咁啊希望大家即係有興趣又聽下啦。咁啊下個星期再見，拜拜。